来继续来看媒体人谢寒冰来压料，是联电的创办人周兴成，甲中国一个女性亲密的相片。周兴成发声明，讲这相片是合成假造的，伊讲伊会告传播相片的人。讲民众党的中评委张益善特别甲其中一张相片送予这个人工智慧 AI 来判定，结果就是合成的。谢寒冰回击，讲对方是摕手绘图结合 AI 来分析。伊讲麻烦做党的来甲告，安尼相片的真假，就会当到法院来证实。查某人的手伫咧车内微微笑，媒体人谢寒冰拜去小林线压了几张，讲是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亲密的相片，嘛讲这位含做党看起来感情真歹小姐是中国笑。像他这样一个抗中保台人，过去居然跟大陆的女企业家，甚至呢跟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紧密联系的单位。有这样深的交情。面对指控，周兴成伫咧面册讲，伫咧 AI 遮尔发达的时代，什么道拢会当做假，去讲真假无什么意义。所以发表声明强调，含我有关系亲密不遂相片，拢是合成的，决定甲压了这个。民众党前中央评委张益善，嘛甲其中一张相片交予 AI 判断结果是合成图。谢寒冰就伫咧面册回击，对方调工摕手绘图当予 AI 分析。今天他的一个朋友出来说其中有拿烟的那一张看起来是合成的，那其他的到底是不是合成？那曹董如果想要证明这些照片是真是假，那就麻烦来提告，我们到法院上去证实。相片真假判定留予法院，不过外界嘛发现，即马 AI 技术敢真正有法度判定修过图的相片，有改过跟真实的图片，如果有大量这样资料的话，它会训练一个类似分类器，所以呢就可以直接的透过一些细微的这些 pattern 来去做判断，但是也不一定说他一定判断得出来，因为他有可能可以修得非常的好嘛。即卖科技技术嘛是有限，罢免大战案外案，事实真相是真还是假，最清鱼就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